主后2025年3月19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跪点耶稣面前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路加福音第8章20到56节。有一日，耶稣甲伊诶门徒上船诶时，甲因讲：“咱过来去迄边岸。”因就开船。船伫行诶时，耶稣困去。忽然有一阵大风扫落来乌呢，船雨水淹到面满，真危险。门徒去甲伊叫醒，讲：“老师，老师，咱要无命啦！”耶稣醒起来，即边风甲大涌，风涌定，一切就静静。耶稣对门徒讲：“恁哪遐尼无信心？”因惊吓阁奇怪，大家讲来讲去，即个是甚物人？伊一个命令，连风甲涌拢顺服。耶稣甲门徒坐船去加利利的对面岸，吉拉心人的地区。耶稣落船上岸，有一个鬼附身的人对城里出来。拄着伊，这人已经真久无穿衫，嘛无住伫厝内，拢住伫墓仔埔。伊一个看到耶稣，就趴伫伊的面前，大声发：“至高上帝的囝耶稣，你莫插我恳求你，毋通甲我苦楚。”因为耶稣有命令邪神对这人出去。邪神捌真侪摆，甲伊掠地，人甲伊关起来，用铁链甲伊链，用骹铐甲伊铐。毋过伊甲锁链拢扯断，阁互鬼赶去旷野。耶稣问伊：“你叫做甚物名？”伊应讲：“军团。”因为有真侪鬼甲伊附身。鬼哀求耶稣毋通命令因入去深渊。迄时，附近的山坪有一大阵猪在讨食，鬼就求耶稣，互因入去猪群。耶稣准应。鬼就对迄个人出去，进入猪群，规阵猪就对山坪撞落去，乌呢拄死。遐个饲猪的人看到所发生的代志，惊甲走去城内，甲乡村报人知。众人就出来要看发生甚物代志。因来到耶稣遐，看到邪神已经对伊出去，迄个人有穿衫，精神正常，坐伫耶稣的骹前，因就真着惊。看到即个代志的人，就将迄个互鬼附身的人安怎得到医好的代志，甲众人报告。吉拉心附近所有人求耶稣离开因遐，因为因非常惊吓。耶稣就坐船倒转去。鬼对伊出去，迄个人求耶稣爱要缀伊去，毋过耶稣叫伊转去，讲：“转去恁兜，将上帝为着你所做一切的代志报互人知。”迄个人就转去，将耶稣为着伊所做遐个大的代志传扬互全城的人知。耶稣转来的时，有一大群人甲伊欢迎，因为因拢在听候伊。有一个会堂的主管，名叫做耶路来，伊一个看到耶稣，就趴伫伊的骹前，恳求伊去因兜，因为伊12岁的独生查某囝得要死啦。耶稣就甲伊去，有规大群人嘛会会快缀伊去。迄时有一个妇人得着血漏病已经12年久，虽然倾家动产找医生，毋过无人会当甲伊医好。伊行活去耶稣的后面，
望伊3句的手，伊的血流随时止。耶稣讲：什么人甲我摸，大家拢讲无。彼得讲：老师是群众过来过去的时，甲你看到。耶稣讲：有人甲我摸着，因为我知有大能力对我出去。负责人知影暗砍袂牢，就皮皮带来拍伫耶稣的骹前，伫众人的面前讲伊是安怎摸耶稣，佮伊的病安怎随时好去。耶稣甲伊讲：查某囝，你的信心互你好起来，平安倒去。耶稣还伫讲的时，有人对会堂主管的厝来，甲耶稣讲：你的查某囝已经死去，毋通阁劳烦老师。耶稣听到，就甲耶稣讲：毋免惊，只有信，伊会好起来。耶稣来到因兜的时，彼得、约翰、雅各甲囡仔的爸母以外，毋准别人甲伊做伙入去。大家拢为着死去的查某囡仔在哭在哭。耶稣讲：毋通哭，因为伊毋是死去，是在困。因为因拢知迄个查某囡仔已经死去，就甲伊踢笑。耶稣牵查某囡仔的手，大声讲：查某囡仔起来！伊就回魂，随时爬起来。耶稣吩咐因着互查某囡仔食。伊的爸母非常着惊。耶稣命令因毋通将所发生的代志报人知。跪踮耶稣面前，对伫外在环境的剧烈变化，毋是陷踮其中的人，往往对别人的苦难无伤济的感受。只有家己遭遇人生的风影和困境，人才会感觉到艰苦心，搁想尽办法要克服。用破病做例，一般疾病经过治疗，通常会当痊愈，但是重大的疾病和精神的疾病却无遐尼容易康复。病人除了想尽办法找求更较好的医疗之外，也爱面对真侪心理的压力。对路加福音第8章29、50、60，通看到耶稣毋简单，并说外在的风影，也会当化解人内在的困境。首先，当耶稣和门徒坐船行伫乌年，耶稣困去，忽然一阵狂风袭击湖面，船灌满水。危机中间，门徒惊吓，叫醒耶稣。耶稣铁击风影，风影就煞，湖面也平静落来。门徒因为来到耶稣面前求救，危机就随时得到化解。场景接续转换到吉拉森，耶稣一上花，一个互鬼附身的人随时行往伊。这人身上的军团有为的神，一眼就认出耶稣是谁，拍摆伫伊的面前，大声讲：至高上帝囝耶稣，你莫插我恳求你，毋通甲我苦楚。要甲耶稣交手的有为的神，清楚耶稣的权能，伊毋愿互耶稣管辖，切切请求耶稣莫责骂伊。但是耶稣定义要拯救受鬼附身的人，有为的邪神只好求耶稣允准因离开迄人的身上，进入敌军。当
写信受耶稣赶出去了后，群众的反应互人真意外。当地的居民看见早日受鬼附身的人，呾坐伫耶稣的骹前，穿衫身体清楚，就真惊吓。后来得到医治的迄个人，成做吉拉森地区的见证。原本伊想要跟对耶稣，耶稣却吩咐伊转去，所以行遍全镇，传扬耶稣为着伊所做的事。接续是一位得要死的12岁查某囡仔，和一位患血流12年的妇女得到医治的故事。耶稣分别伊治因，代表伊的能力超越疾病甲死亡。迄位妇女明明知影罹患血流代表无洁净，需要甲证人隔离，但是伊听讲耶稣的事迹，知影这是伊的机会，所以不顾一切混入下客的人群中，大胆问耶稣的3句。当耶稣发现有能力对伊的信上出去，定义要找出是啥人蒙伊的时，负责人知影暗砍袂牢，就皮出来拍伫耶稣的骹前，伫证人的面前讲伊是安怎蒙耶稣，佮伊的病安怎随时好去。伊跪踮耶稣面前，承认家己的行为。耶稣当下对伊讲：“查某囝，你的信心互你好去啦，平安倒去。”毋但安尼，耶稣也对迄位已经死去的查某囡仔讲：“查某囡仔，起来！”伊的灵魂就倒转来。今仔日的故事鼓励咱，当咱凭着信心暗拍伫主的面前，也要经历伊的医治甲拯救。默想，想看咧，生活中有倒一寡风波，拄伫搅扰着家己，请为着这跪踮主的面前，求伊医治甲拯救。想看咧，生活中有倒一寡风波，拄伫搅扰着家己，请为着这跪倒伫主的面前，求伊医治甲拯救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感谢你并刷我所面对外在风波，也抚平我内心的波动甲伤痛，因着你的医治甲救赎，互我会当突破生命的障碍和挑战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